拿特殊的花针插进果冻里，稍微转个角度，色彩缤纷的花瓣逐渐成型。为了让视觉上增加立体感，通常会分2层制作，可以说是相当搞刚。做的时候觉得好像就灰，但是用起来是足水的安尼。这感觉头一遍啊，这感觉真是不是我是第一次看到的，所以做起来很有成就感。5条港里的社区长辈们做起来超有成就感，因为请到的老师不一般，是由荣获多项国内外甜点与创意料理竞赛肯定的郑静娟亲自指导，从调制天然色素、掌握打花技巧，到完成独一无二的果冻花作品，让长辈感受到艺术与美食结合的乐趣。椰浆的白色冻提，然后用颜色，比如有火龙果汁、蝶豆花汁，还有那个抹茶粉、草莓粉，全台湾、全世界都有在做这个果冻花，是蛮普遍的。然后纯素，什么人都可以吃，什么人都可以去做。看到郑老师把土地公做一个生日的迄个蛋糕是用果冻花来去做的，看到是有够惊艳的所以我就甲郑老师问讲，迄个郑老师在甲阮教，伊讲他要排时辰啊，排时间啊，社区阮一直人员拢做踊跃所以就分这3期来办，融合美学、创意与美味的甜点盛宴，连续3场的果冻花手作课程，全靠里长促成。看着一颗颗栩栩如生的立体花朵绽放在透明果冻内，是真让人舍不得吃下肚。其实果冻花健康又美味，还能依照个人喜好调整口味，非常适合作为伴手礼。记者生活台的报道。